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9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續聊一聊伊朗，聊一聊波斯，聊一聊波斯人民的抗議活動。現在伊朗的局勢啊，對教士集團啊越來越不利。根據這個新華社報道啊，當地時間8日，伊朗在首都德黑蘭實施網絡管控，這個可是央媒報道的啊。伊朗大範圍斷網，全國近乎完全中斷，官方暫未回應。伊朗外長稱做好準備應對戰爭。伊朗當局在全國抗議持續升級的敏感時刻實施全國範圍斷網，這是一次典型旨在隔絕信息壓制輿論的數字化鎮壓手段。教士集團目的非常明確阻斷抗議者之間的組織協調，防止現場影像和消息向國際社會擴散，從而為內部處置爭取時間，降低外部壓力。然而這一切事實證明那是徒勞，只會火上澆油。類似的政權他們慣用手法就是捂嘴，對吧？頭疼治嘴，腳疼還是治嘴，肚子疼也是治嘴，把你嘴縫上了就不疼了，因為你喊不出來了，別人不知道就這個邏輯你說通俗點就這麼個邏輯無論哪兒疼都是治嘴，嘴治好了就好了。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根據以色列電視台報道，馬斯克9號悄悄把伊朗全國的星鏈服務改成了免費，而且沒有發布任何官方聲明。當然這是以色列電視台報道的，咱對吧？可信度我們先存疑吧。但是伊朗既然斷網了，但是伊朗的很多視頻對吧依然還傳到網上，那說明他們對吧至少伊朗民眾還是對吧有渠道能把這東西發出來那誰提供了網絡服務呢？伊朗實施的是物理斷網，整個網沒了。馬斯克也有可能幹過這事因為馬斯克在委內瑞拉就已經這麼幹了。就在4天前，馬斯克剛剛宣布免費對委內瑞拉開放1個月的星鏈服務。所以類似政權政體還打算用這種對吧斷網、物理斷網來封殺消息，來封鎖伊朗老百姓這些信息，顯然是不僅徒勞無功，而且是火上澆油，荒唐可笑。封嘴畢竟不是解決辦法，只不過是個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罷了。伊朗的這個教士集團這一舉措再次印證伊朗這個神棍政權在面對內部危機時的治理邏輯：優先控制敘事，封鎖信息，而非解決引發抗議的經濟與民生根源問題。它僅僅能在短期內制造信息的黑箱，但是長期來看會進一步激化民眾不滿，損害國家經濟正常運轉，並坐實國際社會對其壓制言論自由的指控。斷網斷不了民怨，只會讓下一次抗議來得更加猛烈。不要下一次了就是這一次。這一次叫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伊朗人民沒有必要再等下一次了。實際上我們可以設身處地的想一下，他這個斷網實際上是倒洗澡水的時候孩子也倒出去了。你想想伊朗民眾還沒有上街的人，還在觀望的人，他們生活是造成極大的不便。你想買東西買不了了，支付對吧？你手機上去就是我們可以想象，現在把你手機網斷了，你說你叫度日如年各種不方便嚴重的連正常生活都難以為繼。網絡服務對吧？現代社會網絡服務就像空氣一樣，什麼意思呢？按照巴菲特的說法，空氣的重要性只有當失去的時候你才覺得寶貴，沒有失去的時候你好像空氣無所謂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在呼吸太稀鬆平常了。但是它一旦失去了就是生命。這個網絡也一樣現代社會網絡實際上就跟空氣一樣，我們每個人觸手可得的時候覺得好像這個稀鬆平常，但是一旦失去網絡你就知道叫生不如死。所以我完全理解伊朗人的感受那你說全國斷網，你讓他們怎麼活？親人之間怎麼聯繫？買東西怎麼買？支付、坐車。所以從側面說明伊朗的形勢到了非常危機的時候，就是說到了這個關鍵時候，否則的話這個教士集團也不敢貿然斷網。現在斷網已經24個小時，當然了，他斷網肯定是為了應對這個老百姓上街抗議加劇伊朗老百姓甚至有可能上醫院看病都看不了，沒法支付，醫保卡也刷不了。在伊朗的很多对吧外國人他也失去了聯絡他跟家裡人沒法聯繫，匯款是吧轉賬都轉不了。如果這麼下去的話，很
很有可能導致人道主義危機啊！這是要逼特朗普出手啊！該說不說啊，我前2天刷了很多國內的 UP 主在伊朗，我刷了好幾個，都說伊朗歲月靜好，伊朗德黑蘭風平浪靜啊，都是謠言。國內的網上這不簡中互聯網，這都是在那兒唯恐天下不亂。你們來過伊朗嗎？你們知道伊朗嗎？我現在就在德黑蘭，我現在就在伊朗，現在這兒好着呢。我不知道這些嘴硬的人斷網之後是什麼滋味，打臉反噬來的竟然如此之快。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刷到過啊？我不太清楚啊，就是為什麼總是有那麼一些人非要跟這個世界潮流文明抵抗对抗。他身處伊朗，他認為伊朗挺好；身在委内瑞拉，他认為委內瑞拉挺好，老百姓挺幸福，对吧？還在宣揚伊朗歲月靜好，已經火燒屁股，火燒眉毛，那個教士集團都已經準備潛逃了，提桶跑路了。實際上啊，斷網純粹屬於飲鴆止渴，叫拱火澆油。澳大利亞已經開始警告本國公民撤離伊朗。當然，我看也有人說啊，伊朗這次斷網斷的是外網，說國內好像還能連得上，就是他們內部啊，這個實際上啊是一回事。對伊朗來說啊，你如果把外網斷了，那本來伊朗的經濟就差，对吧？這僅有的幾個國家在伊朗有投資，這下你把網給斷了，你這個對在伊朗的外資那打擊是致命的。在伊朗有很多華人，对吧？還在幫教士集團說話的，現在也發不上聲了，對吧？想幫這個教士集團洗地也洗不了了。你這麼整的話，就像有一個國家口罩期間，对吧？搞封禁，表面上看，這個在當地的這個外國人都雙手擁護啊，对吧？這堅決擁護啊，但是你一放開之後，是不是這些外國人全跑了，把房子賣了，把老婆離婚了，紛紛回國，受不了了？這個我想大家都有深刻印象吧？很多在這個，對吧？在當地的外國人，他不都已經跟當地人結婚了嗎？娶了老婆，生了孩子，買了房子，準備在這兒大幹一輩子的。結果這個就因為3年口罩，人家一下醒悟了，果斷離婚，果斷賣房子跑了。連那個愛國演員李立群，對吧？他不是被封在上海吗？一解禁立馬回去了，攔都攔不住。我舉這個例子是讓大家想象一下的吧？伊朗如果斷的是外網是一回事啊，你对那個在伊朗的外資那打擊是毀滅性的，在伊朗的外國人那也是，对吧？屬於驚弓之鳥啊！即便你這教士集團啊，如果把伊朗局勢控制住，誰還敢再去啊？那伊朗國內的經濟那肯定是就更難恢復，对吧？更難繁榮，老百姓日子更差。所以說啊，伊朗現在斷網，說明這一次跟以往的那些老百姓上街遊行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形勢完全變了。而且這一次啊，從烈度上來說啊，也已經比過去啊這個示威要厲害多啊。首先，這個伊朗南部的一個叫基什島，它是一個度假勝地，現在數百名抗議者在基什島上遊行。該島實際上是伊朗的一個度假勝地兼自由貿易區，就類似於海南島，這地方都有人在遊行，你說鬧啥？位於伊朗南部海岸外的波斯灣海域，這個地方老百姓按理來說，對吧，應該還可以，日子啊，就這兒人家都已經上街遊行了，就說明說這個伊朗這個老百姓這種維權啊，先從經濟開始，对吧？也就是說大家活不下去，經濟越困難的地方，那老百姓上街的越多。現在波及到什麼地方呢？波及到那些經濟富裕地區、首都地區啊，老百姓都受害。為什麼呢？從經濟向政治領域，對吧？從活不下去到要權、要人權、要自由，很多伊朗老百姓啊，開始紛紛用焚燒、撕毀這個教士集團的領袖的照片來表達抗議。很多地區的這個和平示威已經演變為暴力衝突。根據外媒報道啊，說目前衝突已經造成40多人死亡，2000多人被捕。德黑蘭、伊斯法罕等主要城市火光冲天，部分地方政府陷入癱瘓。有很多視頻啊，能清晰的聽到，就是這個視頻的拍攝者啊，身後突然響起了密密麻麻的射擊聲，噼里啪啦的，然後直播就中斷了。恐怕啊，伴隨着斷網，同時進行的就是大規模的鎮壓。當地時間1月8號，在伊朗霍拉馬巴德市，大批抗議者走上街頭示威，抗議者將象徵伊朗巴列維王朝時代的獅子與太陽旗插在市中心伊斯蘭共和國神職人員的雕像上，就是教士集團領袖的啊這個像上插
插了这個巴列維王朝的國旗，並高呼口號"國王萬歲"。大家也知道啊，這個獅子與太陽旗啊，是巴列維王朝時期的國旗。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被棄用，近年來該旗幟成為反對現政權的重要政治象徵。也就是伊朗人民啊，承認走了47年的彎路，現在又要把巴列維王朝給請回來，就這麼個事。當然了，這個只是部分現象啊，不代表說未來就是這樣。但至少現在伊朗很多老百姓打出這樣的旗號，對吧？還要歡迎巴列維王朝回歸，要趕走這個教士集團。另外啊，伊朗的庫爾德國民軍已經向伊朗的伊斯蘭政權部隊宣戰。伊朗的庫爾德斯坦國民軍發表官方聲明，確認在馬利克沙西發生針對平民的襲擊之後啊，已對伊朗政權部隊進行全面開戰。也就是伊朗的安全部隊不是在這個馬利克沙西開槍了嗎？造成人員傷亡。那麼這個伊朗的叫庫爾德斯坦國民軍對伊朗的這個叫伊斯蘭革命衛隊啊全面開戰。聲明稱，伊朗占領軍向該地區平民開火，包括來自伊拉姆省庫爾德武裝和佩什梅加在內的庫爾德武裝從多個方向予以還擊。據報道，衝突造成庫爾德人傷亡，數十人受傷，多名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死傷，另有多名伊斯蘭政權部隊的成員被俘。聲明將此次行動描述為對德黑蘭政權在庫爾德人控制區持續鎮壓的回應。我們再看看這個伊朗面臨的外部壓力啊，這個教士集團呢，首先面臨的是特朗普的這個語言的威嚇、恐嚇啊。1月8號，特朗普啊在接受電台採訪時表示，美國正密切關注伊朗騷亂，他不確定是否一定要追究某個人的責任，但如果伊朗當局對相關人員死亡事件負有直接責任，他們將付出慘痛代價。也就是那個恐嚇這個教士集團這些神棍，對吧？你要敢開槍鎮壓，那你們就等着瞧。但是這個特朗普啊還是天真了一點啊，這保不齊教士集團就要，對吧？將計就計，你這麼一說他就要鎮壓，然後好等着你來派這個三角洲部隊來抓他呀，然後人家也去美國養老，這樣不用跑俄羅斯，對吧？充滿了不確定性呢，去俄羅斯不是好事啊。要不了多久咱們也能看到這個哈梅內伊啊跳着特朗普特有的那個舞步，是吧？然後再大喊來抓我呀，特朗普破防，立馬派三角洲部隊去抓他，对吧？這叫將計就計啊，正中哈梅內伊下懷。臨上飛機之前，哈梅內伊還說的吧，我後面還有10幾個呢，要走一起走，辛苦啊，派個大飛機過來。當然了，這個特朗普也不是嘴炮啊。根據阿拉伯媒體報道，美國三角洲部隊戰鬥機被發現在伊拉克上空進行空中演習。此時的教士集團啊，他們對三角洲部隊是又愛又恨吶。恨的是他們為什麼來要干涉伊朗的內政，愛的是有可能把他們接走，对吧？從此解脫啊，到了彼岸，這真正的到了彼岸呢，從此獲得人生圓滿。所以說又愛又恨吶。這個時候對教士集團來說啊，這個美國的三角洲部隊就相當於這個《西遊記》裡面，對吧？那個接唐僧過河的那個接引菩薩，對吧？來渡他們的，勇敢的跨上美軍三角洲部隊的這個支努幹飛機，順利的到達彼岸。我們看看這個南方日報，他今天有一份報道，我看他是怎麼描述啊，報道伊朗發生的這個事的。作為喉舌，看他是站在什麼一個角度。他的報道這麼說的啊，他說一覺醒來，伊朗採取極端措施了，伊朗走到了十字路口，一覺醒來感覺中東亂套了，現在加沙局勢不平靜，也門衝突持續不斷，敘利亞又爆發新的激戰，但伊朗局勢尤其不太妙，採取極端措施了。伊朗鬥爭越來越尖銳，看密密麻麻的抗議人頭，這應該是伊朗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集會，遍及多個城市，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遭到衝擊，火光衝天，讓人觸目驚心。一些示威者更高呼反政府口號，例如這是最後的鬥爭，巴列維將歸來。巴列維是指以前伊朗的國王，他被當今伊朗政權推翻後流亡海外去世。口號是時代的回音，往往喊出的是對現狀的極端不滿，未必就是對過去真實的向往。這個倒也是啊，所以說我覺得未來不一定是巴列維王朝，這不好說啊。但是對現神棍政權極端不滿，那是
是現實，客觀事實。伊朗極端措施開始出台。根據新華社報道，1月8日晚，伊朗開始在實施全國性網絡管制，互聯網被掐斷了。互聯網現在是最基本的基礎設施。極端措施的背後，也可見伊朗當下事態的嚴重性。按照外媒的報道，在一些城市，示威者與軍警爆發激烈衝突，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當然，也有一些地方集會支持政府，抗議暴力分子打砸抢。2026年剛開始，世界就在大變，黑天鵝一隻隻飛起，灰犀牛一頭頭出現。美國在全面黑化，委內瑞拉被打懵，烏克蘭和丹麥都焦慮萬分。現在的伊朗又走到了十字路口，國家的命運有時就系如一線之間，是重壓下的韌性反彈，還是崩塌後的漫長黑夜？伊朗正在進行的其實是一場關於生存的極限壓力測試。這個南方日報這個報道也很有意思啊，跟胡一靜老師一樣，把老百姓跟國家跟神棍政权混為一談。伊朗正在進行的其實是一场關於神棍政權生存的極限壓力測試。馬杜羅對吧，去了美國度假養老，委內瑞拉還不是委內瑞拉嗎？委內瑞拉老百姓一天還不是吃3頓，只會吃得更好一點。即便是吧，是什麼媒体，連胡一靜老師都不好意思說，哎，委内瑞拉現在是亡國吧，更談不上滅種吧。因經濟困境引發的示威潮在伊朗蔓延，示威者不僅高喊反政府口號，還有人向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出求助信號，街頭多處出現特朗普的照片和標語，甚至有民眾將路牌改名為特朗普街。此前，特朗普曾警告德黑蘭不要对示威者下手，否則美國将前去营救。伊朗国際電視台報道，一段視頻顯示，德黑蘭一名女子手持標語，上面用英文寫着特朗普和平的象徵，別讓他們殺了我們，並用波斯語呼喊救命，我們需要幫助。另一段視頻中，夜間街道的白牆上用紅色噴漆寫着特朗普是真理的象徵，別讓他們殺了我們。你看看啊，伊朗老百姓居然向特朗普求救，這個特朗普頓感自己身上的擔子更重了啊，這個道德感爆棚。還有视頻顯示啊，抗議者在街頭與伊朗安全部队对抗時，向特朗普喊话，做點什麼吧，也就是意思是特朗普趕緊出手吧。同時，一名年輕男子趁夜將寫有特朗普街的字樣貼紙覆蓋在原有的路牌上，開始以特朗普的名字來命名大街了啊！這個我記得很多地方都喜歡這麼幹啊。分析認為，伊朗示威者此時向特朗普求助，可能受到美軍近日成功抓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事件的鼓舞。在伊朗第2大城市馬什哈德的市中心，抗議民眾降下巨幅伊朗國旗，並將其撕毀。不過啊，伊朗顯然他們這個神棍政權啊，並沒有坐以待斃啊，也是四處出擊啊。伊朗外長稱做好準備應對戰爭。伊朗外長阿拉格齊1月8號飛抵黎巴嫩首都貝魯特進行訪問。你說這個都是火燒沒毛了啊，屁股都已經着火了，屁簾都已經着火了，他還有空啊飛到黎巴嫩去訪問？你說這叫什麼事？串聯是嗎？黎巴嫩那還能給他派兵是嗎？阿拉格齊表示啊，伊朗已做好應對任何情況的準備。他同時強調，伊朗沒有尋求戰爭，而是做好了應對戰爭的準備。他補充說啊，伊朗政府對談判持開放態度，前提是基於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阿拉格齊稱，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攻擊是戰略上失敗，並譴責以色列違反離以停火協議，警告該地區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你把自己家事管好吧，對吧？你把你國內老百姓安撫好，這個時候跑到這個什麼黎巴嫩去供火澆油，這不是找抽嗎？這典型的啊，叫煮熟的鴨子嘴硬。阿拉格齊說啊，他此次訪問黎巴嫩的目的是討論以色列對地區安全挑戰和威脅，以及擴大雙邊關係。近來，美國和以色列多次向伊朗發出再次軍事打擊的威脅。伊朗陸軍總司令哈塔米1月7日表示，如今
伊朗武裝力量的戰備狀態較去年6月伊以衝突前已大幅提升，伊朗不會對敵人的威脅言辭升級置之不理。色厲內荏啊，豺狗還要炸一個狼狗式啊！很多國外的機構啊，什麼研究所啊，評估認為啊，說美國和以色列很可能對伊朗發動打擊。不過不要緊啊，我建議伊朗的神棍政權先不要慌，對吧？先把這個《環球時報》找出來念一遍，給他翻譯一下，什麼哈梅內伊為什麼不慌，仔細研讀一下，對吧？尋找一種精神上的動力，然後再看一看啊，對吧？這個大國的軍事專家是怎麼說的，然後這個神棍政權啊，如果頭腦靈活的話，你就把這些軍事專家的說法當作反向指標，保證很靈，對吧？如果你要信了，那是咎由自取，概不負責。我已經看到了啊，有大國專家已經開始出來啊，安撫這個伊朗了，說啊，伊朗不是委內瑞拉，也就是告訴伊朗的神棍政權，对吧？你們不是委內瑞拉，神棍政权自己都暈了啊，說我們不是委內瑞拉，那我們是誰呢？大國專家的意思，对吧？說你們教士集团啊，你们不是马多羅去是退休享福去了，你这個教士集團可沒那待遇。我估計是這個意思啊。當務之急啊，伊朗的教士集團立即啊成立一個小組，這個小組尤其要精通中文，然後就緊盯啊什麼 CCTV 什麼這個各種喉舌，那上面專家怎麼說的？因為這些專家每次預判都是，對吧？都是100%準確啊，反向指標，從來沒錯過。說美國不敢動手，美國就第2天就動手了；說美國不敢對俄羅斯怎麼樣，這特朗普就把人家船扣了；說美國和以色列根本就不敢轟炸伊朗，結果過2天這 B-52轟炸機，對吧？遠隔重洋啊，飛了10幾個小時過來轟炸。所以說啊，對吧？我覺得這個神棍政權當務之急，對吧？不要斷網，這些都是拱火澆油。當務之急是趕緊成立一支精悍的，對吧？這個情報小組，這個小組最好中文是12級，個個都是漢學專家，然後專門緊盯，對吧？中國的這幾個知名專家，這樣的話，說不定啊還能苟延殘喘。2026年一開年全是大戲，從委內瑞拉開始，多米諾骨牌效應開始顯現，摧枯拉朽之勢啊！當這個多米諾骨牌最後一塊牌倒向俄羅斯的時候，這個世界就清靜多了，剩下的人啊都老老實實的向文明啊邁進，沒有歧路可走。好，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